国际新闻来关心飞安的事故，有一架美国航空的飞行机载179个人，伫咧起飞进程煞熊熊烧起来，加载敢若一个人重伤。另外，西南航空的飞行机飞到一半，险险啊含军机烧落，伊就紧切落来100外公尺，差不多50层楼遐尼悬，害空服员头壳中着伤。 互囡仔为了推出落去，爸爸一时紧张，脚软挂伫涂骹，手内底囡仔行到大声哭。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日落伫科罗拉多州丹佛机场抛投准备起飞时阵，雄雄发现起落架故障，机把个庆祝乌烟，甚至导火烧起来。好在过程中只有一个人受伤。美国航空了伫声明中表示，这架班机是伫起飞的时阵发生机械问题，而且甲飞行机任何关系。 同款惊险场景伫今年3月，另外一架美国航空波音737-800客机伫飞行中途引擎出问题，转降丹佛机场。迄时阵引擎导火情形正紧急，机顶人员全部被迫爬起哩及时逃生。就伫美国航空这事故前2日，另外一架为加州要飞向轿车拉斯维加斯的西南航空波音747班机也拄着问题。 It felt like the Rye Tower of Terror where we fell. I mean, it felt like 20, 30 feet in the air and the screaming. It was terrifying. We really thought we were plummeting to a plane crash. It's terrifying. It shakes you to the core. 事后证实，西南航空这架班机直对落的高度落差有将近500英尺，相当152公尺。未少机顶乘客被抛离坐飞，各免讲空服人员。根据西南航空甲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解释，咧飞悬的这架班机会雄雄降落来是非相比另外一架特别弄起来的霍克纳金战斗机。It looked to me like that she had a head injury because of she had the ice pack on her head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flight. 美国飞航最近状况真济，顶礼拜照一架天色航空班机险险甲比5支轰炸机对撞，一礼拜后佫险险出代志。根据 Florida 24网站飞行资料，迄时阵准备飞向加州温多拉郡海军基地霍克纳金战斗机甲西南航空的高度无甲110公尺，两机的距离各只有8公里，若无改变高度，两架飞机可能就伫空中受伤。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